声炮响，红旗开楚，弓弩齐发。一将当先，乃曹洪也。马腾急拨马回时，两下喊声又起。左边许褚杀来，右边夏侯渊杀来，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，截断西凉军马，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该心。马腾见不是头，奋力冲杀。马铁早被乱箭射死。马修随着马腾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二人身带重伤，坐下马又被箭射倒，父子二人俱被执。曹操叫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起绑至。黄奎大叫无罪。操叫苗泽对证。马腾大骂曰：庶如误我大事，我不能为国杀贼，是乃天也。操命迁出。马腾骂不绝口，与其子马修及黄奎一同遇害。后人有诗赞马腾曰：父子齐方列，忠贞者一门。捐生图国难，誓死达君恩。脚写盟言在，诸坚义状存。西凉推示纣，不愧伏波孙。苗泽告操曰：不愿加赏，只求李春香为妻。操笑曰：你为了一妇人，害了你姐夫一家，留此不义之人何用？便叫将苗泽、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。观者无不叹息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苗泽因私害近臣，春香为得反伤身。奸雄不相容恕，枉自图谋作小人。曹操叫招安西凉兵马谕之曰：马腾父子谋反，不干众人之事。一面使人吩咐把住关隘，休叫走了马岱。且说马岱自引1000兵在后，早中许昌城外逃回军事，报知马岱。岱大惊，只得弃了兵马，扮作客商，连夜逃遁去了。曹操杀了马腾等，便决意南征。忽人报曰：刘备调练军马，收拾器械，将欲取川。操之曰：若刘备收川，则羽翼成矣。将何以图之？言未毕，阶下一人进言曰：某有一计，使刘备、孙权不能相怨。江南、西川皆归丞相。正是西川豪杰方遭戮，南国英雄又受殃。未知先